別版之睇相飲湯啊！嗱，中國人咧有個傳統就中意去睇面相咯，但係我就覺得好似通過面相咧去睇你嘅姻緣啊，睇你嘅財富呢樣嘢就唔太靠譜啦。但係咧，中醫入邊往往亦都有一樣嘢叫睇面相喎。係啊，呢個咧就係中醫嘅四診裏邊嘅望聞問切第一診望啊，通過睇佢嘅面相咧，就可以睇出佢嘅身體嘅狀況啦。所以我哋今日咧一連5期啊，親自上門去到街坊屋企，為有需嘅人開出佢哋拔身病毒嘅靚湯方嘅。今日我哋要拜訪嘅呢位街坊叫文傑，今年23歲，啱啱大學畢業。咁我哋一入門口就發現文傑嘅面相好有問題喎，佢就係成面嘅青春痘啊！咁喺現代社會入邊，如果工作壓力大或者休息唔規律，咁細至到10幾歲，大至50幾歲都會生痘痘嘅。青春痘咧，佢表現喺不同嘅部位咧，亦都表現出啊佢內臟同埋外表嘅關係。好似我哋中醫講，額頭上邊嘅青春痘你比較多啦，就係表示係上焦熱。第一個咧精神壓力大，同埋第二個咧夜晚黑瞓覺唔好，好夜瞓。第二個咧就係眼眉毛同埋鼻哥呢一忽咧，就係叫做表現係中焦。中焦咧就即係指肝臟稍微比較少啲即係換句話咧，你個人嘅脾氣唔係好穩陣。鼻以下特別係嘴唇下邊咧，就表示下焦。下焦又包括咗三角區同埋下巴，代表腸胃等消化系統，表示可能會有腸胃嘅不適，或者係長期便秘嘅可能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可以通過痘痘生出嘅具體位置嚟到判斷身體器官嘅情況。咁如果印堂雙眉嘅位置出現咗痘痘，極有可能係心火症或者心臟存在一定嘅問題。呢個時候就要記得遠離劇烈嘅運動，增加睡眠，家就唔去諮詢醫生先至得㗎。咁如果啲痘痘生喺發細邊嘅話，就有可能係因為關鍵嘅工作冇做好，或者卸妝唔乾淨導致嘅。咁如果左邊面生咗痘痘，就證明咗你嘅血液排毒能力降低，有可能係肝臟出問題啊！咁要多食啲兩啲嘅食材，保持自己心情愉快先至得㗎。而右邊面生痘痘嘅話，就反映出肺部有炎症，譬如話喉嚨乾燥、痰多咳嗽、肺火上升啊！喺呢種咁樣嘅情況咧，仲有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年份。你係咪作咗12點出瞓？係啊，經常1點2點鐘左右先瞓覺最好嘅時間咧就10點11點就要瞓着，11點到1點咧呢段時間係子時如果夜瞓咧，好容易就陰虛火旺，加速呢啲腎瘡嘅出現。你有冇感覺到你邊晚夜瞓，第二日咧就更加會篤？有。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唔好太夜瞓針對文傑嘅身體情況，佘老師就開出咗白茅根綠豆燉腦鴿嘅湯方。我哋一齊嚟睇睇都需要乜嘢材料啊？茅根30克，綠豆50克，腦鴿1隻，豬頭肉50克，生薑3片。呢個湯嘅材料唔多，做法亦都好簡單，啱就好似文傑咁樣唔識得落廚嘅後生仔㗎啦。將綠豆同埋豬肉塞落個鴿肚度之後，攞牙籤封好佢，加水3碗燉2個鐘。2個鐘之後，清潤解毒去痘嘅靚湯就出爐㗎啦。有幾清甜啲湯。其實你平時有冇去睇過醫生調理過啲皮膚？都有睇過嘅，不過睇過1次就唔敢去。點解咧？因為啲醫生話要吉晒佢，好痛，所以就冇去到啦。可能你就係提出要快好，我哋最好咧就係講綜合手段。既要飲上次開俾你嘅呢隻靚湯，我哋亦都要去睇下醫生，睇下外邊嘅點樣去調理一下佢。咁好似文傑咁樣嘅後生仔咧，喺飲食同埋生活起居上面咧都要好注意嘅。首先咧，我哋平時就要經常攞呢個溫水嚟到去洗面啦，避免面部油脂分泌太過之旺盛嘅。而喺飲食上邊咧，我哋最好就要戒煙戒酒啦，唔好食啲太辛辣熱氣嘅嘢。同時，好似啲熱性嘅水果，譬如話榴蓮啊、芒果啊、荔枝、龍眼，真係要戒一戒口㗎。比較清熱利水嘅果蔬咧，我哋可以食多啲，好似話冬瓜啊、苦瓜呢啲咧就相當之好啦。今晚有獎問答嘅題目就係右邊面生痘，講明咗邊個器官出咗問題呢？ A 肺 B 腎，C 腎嘅
擔心嘅觀眾有機會